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传道书第5章第1节到20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自由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的爸爸就定定提醒，讲毋通去甲人做保啦，毋是做保担保人伊会讲替人做保是上戆的一项代志啦为什么呢？因为担保的人必须爱担保的对象所发生一寡法律的责任。为着毋是家己所做的代志负起责任，然后有可能来失去自由，这当然是真无妥当一个年岁已经渐渐老的所罗门王，伊伫传道书的中间，伊嘛劝勉伊的囡仔毋通随便来下冤。其实这是另外一类咱咧讲的担保的一种做法，毋通为着迄个家己无法度做的代志来付出任何的承诺。传道书甲咱讲，你到上帝圣殿去，爱细字，你爱安静学习，赢过遐个不明是非、愚戆的人去限制。你开喙以前，爱想看觅毋通凊凊彩彩向上帝来下冤。伊伫天顶，你伫地下，所以毋免你安尼甲熬念。代志真济，恶梦嘛真济，言语嘛真济，就容易显出愚妄。你向上帝下冤，就爱紧紧来行冤。伊无欢喜愚妄的人，遐个下冤的就爱来行冤。下冤的若无行，不如莫来下冤。毋通互你家己的话，互你犯罪，然后递到上帝的祭司，讲明你讲毋对话。为什么要来惹上帝生气呢？为什么要互伊破坏你的工作呢？不管你做偌济梦，做偌济空虚的事，讲了偌济话，你犹原必须爱敬畏上帝。这个教导，耶稣基督也解释得真清楚啦伊会讲，只是我甲恁讲，什么咒诅也毋通来咒啦毋通指天来咒诅，因为天是上帝造位；毋通指地来咒诅，因为地是伊的脚踏椅；也毋通指着耶路撒冷来咒诅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境城；毋通指你的头来咒詛，因为你袂当互一支头毛变乌还是变白。你的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搁再加讲，就是出伫迄个歹的。所以毋是为着别人担保尔定，嘛毋通为着家己做袂到的代志来担保。若无，一旦咱做袂到的时阵，就因为咱所担保的代志就犯罪，就失去自由啊！伫礼拜一的早起，教会王长老伫夫妇团契灵修录影中间的分享，伊引用这个新眼光读经的分享内底疼人的主题。伫遐分享一个例，就是一个犯过杀人罪的牧师的故事。牧师伫感觉的中间，伊认罪，伊悔改，并且用基督的疼来关心受刑人，这是目前咧做的服侍。伊甲济济的受刑人分享基督的救恩、基督的疼，也帮助济济的人。
人犯罪会受到有形的感觉来关，失去自由。但是你若心灵嘛，互上帝救恩、基督救恩来拯救你，有花解你伫个头吧。反倒当咱会看到一寡人，因为沉入伫即个怨愤，沉伫即个罪恶的中间，伊就无法度得到自由。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讲狂健的人无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圣经讲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祀，即句的意思就是爱忍气吹毛。我来毋是要钓鱼人，是要来钓罪人。是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救恩的目的，是要互人得到自由，得到对罪内面的逃放。但是咱千万爱会记一项事，就是圣经内底所讲的自由，毋是迄种完全无受管制的野护。这个自由必须爱伫真理甲圣神内底的自由。迄个是啥物意思呢？约翰福音第8章31节，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：恁若持续守我的教导，就真正是我的门徒。恁会认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这就是咧讲自由，必须爱受到圣神的管辖，爱受到主的诫命教导的引带，并毋是完全无受限。一个人拢误解误用这段的经文，咱的自由必须爱脱离罪的捆绑，爱脱离情绪的捆绑，爱脱离怨愤的捆绑，爱得到圣神的医治。约翰福音第8章接续的经文讲到，耶稣对因讲：我心中甲恁讲，每一个犯罪的人拢是罪的奴隶，奴隶伫家庭内底无稳固的地位，但是囝却是永远属伫家庭，所以是上帝的囝就要互恁得到自由，恁就真正做自由的人。因为我知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毋过恁想要杀害我，因为恁无接受我的教导。我所讲的是我的老爸所指示我的，但是恁所做是恁老爸甲恁讲的代志。这是受耶稣基督所指伫圣神内面的自由，是真正的自由。因为你必须爱去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若因为追求放荡的自由的时阵，人总是会到落尾落入去罪的捆绑的中间，然后再次来正做罪，或者是情绪，或者是怨愤的奴隶，来失去自由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咧追求圣神的逃放，就爱互耶稣基督的神来进入伫咱的心内底，也互咱的心灵是有主来做主人，有咱的爸，互咱得到正做迄个上帝儿女的名分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得到真正的自由。